今日我想同大家傾一個好嚴肅，但係又同每個人個荷包息息相關嘅話題。我相信喺座各位，無論你係剛出嚟社會做事嘅年輕人，定係已經有家室嘅中產，身邊肯定有一個做保險嘅朋友，或者你一定聽過關於儲蓄保險嘅推銷。你可能會經常聽到這樣的說法，譬如話只要供款5年，10年之後就可以攞返本金，之後仲有幾多厘嘅利息，好過擺喺銀行做定期好多。聽落去真係好吸引，係咪？但係我今日拍這條片，就是要淋一淋大家冷水，甚至可以話，如果你今日唔睇完這條片，你好大機會會跌入一個令你後悔10幾年嘅坑，甚至唔見咗10幾萬甚至幾十萬嘅冤枉錢。今日這條片，我會用最客觀、最實測嘅角度，幫大家拆解香港市面上最熱門嘅儲蓄保險陷阱，並且我會真正攞出數據，實測3款我覺得目前市面上最值得考慮嘅產品類型，幫大家慳返啲冤枉錢。首先，我們要搞清楚一個概念，點解我會話儲蓄保險好容易令人中伏？其實最大的原因在於資訊不對稱。好多時我哋睇嗰份建議書，上面會有2行數字，一行叫做保證現金價值，另一行叫做總現金價值。好多經紀喺銷售嘅時候，為咗令條數靚啲，往往會着重講個總現金價值，同你講預期回報有5厘、6厘甚至7厘。但係大家要記住，預期這2個字喺金融世界入面，其實就等於唔一定。所謂嘅總現金價值係包含咗非保證嘅紅利。既然係非保證，即係話保險公司賺到錢先分俾你，賺唔到錢或者市況唔好，這部分嘅錢係可以隨時縮水甚至歸零嘅。如果你將這部分當成係必定會發生嘅事，咁你就大錯特錯啦。我見過太多嘅案例，個客工咗10幾年，諗住攞錢出嚟退休或者俾仔女讀書，結果發現攞返嚟嘅錢只係僅夠本金，甚至連通貨膨脹都追唔到，這就係典型的買錯產品。所以喺我正式推薦產品之前，我要教大家3個一定要識睇嘅指標，這3個指標係你保護自己荷包嘅護身符。第一，叫做回本期，即係話你要供幾多年，張單嘅現金價值先會等於你總共供咗嘅錢。如果你買一張單，佢同你講回本期要15年甚至20年，咁你就要好小心啦，因為這代表你嘅資金流動性會被鎖死好耐。第2個指標叫做保證內部回報率，英文簡稱係記住係保證嗰個，唔係預期嗰個。這個數字反映咗最差嘅情況下，你實際上每年攞到幾多利息。如果一張單嘅保證連1厘都冇，甚至係負數，咁這張單基本上可以放入垃圾桶。第3個指標叫做分紅實現率，這個係保險監管局要求保險公司每年都要公布嘅成績表，話俾你聽佢過去幾年講過派幾多紅利，實際上又派咗幾多。如果一間公司嘅實現率長期低過100個百分比，咁佢份建議書上面寫到幾天花龍鳳，你都唔好信。好啦，講完理論，我哋即刻進入戲肉。為咗這條片，我特意花咗2個星期時間，攞咗市面上10幾間主流保險公司嘅計劃書嚟做對比。我發現市面上嘅產品雖然花多眼亂，但歸根究底可以分做3大類。我會針對這3類需求，分別推薦一款我覺得目前表現最好嘅產品類型。我哋姑且叫佢哋做產品甲、產品乙同埋產品丙。首先講下產品甲，這款產品我推薦俾邊啲人呢？就係嗰啲極度保守，完全唔想承擔風險，但係又覺得銀行定期存款好麻煩，想鎖定一個長期高息嘅朋友。這類產品我哋稱之為短期儲蓄保險。我揀選嘅這款產品甲，佢嘅結構非常簡單，通常係供款2年或者3年。我以一個35歲嘅非吸煙男性為例，假設佢每年供款10萬蚊美金，供2年，即係總共投入20萬蚊美金。這款產品甲最強嘅地方在於佢嘅回本期極快。根據我手頭上嘅數據，
這款產品喺第4年或者第5年就已經可以回本。大家試諗下，如果你將錢擺喺銀行做定期，雖然依家利息可能有4厘幾，但係你每次都要續期，而且你唔知道2年後、3年後利息會唔會跌返落去1厘、2厘。但係產品甲這種短期儲蓄保險，佢通常會鎖定一個比較長嘅保證回報。我實測嘅這款產品甲，佢喺第10年嘅時候，保證外部回報率可以去到3點幾個百分比以上，甚至有些公司做到接近4厘嘅保證回報。請注意，我講緊嘅係全保證，即係無論外面個市點跌，打仗又好，金融海嘯又好，保險公司都一定要俾這筆錢你。如果你係想儲一筆錢嚟做首期，或者係預備俾小朋友5年、8年之後讀大學用，這種全保證、回本快嘅產品甲係最適合不過。你唔需要擔心市況波動，你知道第幾年攞錢就一定有多少錢，而且這類產品通常唔需要做健康審查，就算你身體有些小毛病都買到。不過產品甲都有缺點，就係佢嘅潛在回報上限比較低，因為佢主打保證，保險公司投資嘅策略會比較保守，多數買債券，所以你唔好預期佢會有6厘、7厘這種高回報。如果你追求高增長，咁就要睇接落嚟嘅產品月。接下來我哋講產品月，這款係針對有長遠目標，例如想做退休規劃，或者想留一筆大錢俾剛出世嘅小朋友嘅父母。這類產品我哋叫做高增長型分紅保單。這類產品嘅特點係，佢嘅保證回報通常比較低，甚至回本期會比較長，可能要7年、8年甚至10年先回本。但係佢嘅非保證紅利部分佔比好重，長期嘅預期回報可以去到6厘甚至7厘。我實測嘅這款產品月係目前市場上好熱門嘅一間公司出嘅，同樣以35歲男性，每年供10萬蚊美金，供5年為例。這款產品月最吸引人嘅地方在於佢嘅複利效應。如果你喺第20年，即係你55歲嘅時候睇，佢嘅總現金價值可能已經翻咗2倍有多。如果你唔攞錢出嚟，繼續由得佢滾存，去到你85歲，或者你小朋友長大繼承這張單嘅時候，個數字會變得非常驚人，可能係你本金嘅10幾倍。這就係複利嘅威力。不過魔鬼在細節，既然佢回報咁高，風險喺邊度呢？產品月通常會投資喺股票市場，比例可能高達6成至7成，即係話佢嘅表現好受環球股市影響。如果你運氣唔好，退休嗰年剛好遇上金融海嘯，你嘅紅利可能會大縮水。所以我推薦這款產品月嘅時候，我會特別睇重一間公司嘅分紅實現率同埋佢有冇分紅鎖定功能。這款產品月就有一個好好嘅功能，叫做紅利鎖定，即係話當市況好嘅時候，你可以申請將非保證嘅紅利轉做保證嘅現金，鎖定利潤，落咗袋先算。這就好似我哋買股票，升咗都要識得止賺一樣。對於想長線增值，但係又想有啲主動權嘅朋友，這款產品月係非常好嘅選擇。不過我都要再三提醒，買這類產品，你一定要有心理準備，這筆錢係要鎖死10年8年以上。如果你中途斷供或者退保，你會輸得好慘，可能連本金嘅一半都攞唔返。最後我要介紹嘅係產品丙，這款產品可以話係近年保險界嘅黑馬，亦都係好多高淨值人士或者中產家庭最中意嘅類型。我哋叫佢做多元貨幣傳承保單。以前我哋買保險，一係港紙，一係美金，但係今時今日世界局勢咁亂，你點知20-30年後邊個國家嘅貨幣最值錢？如果你全部身家都係美金，萬一美金霸權衰落點算？產品丙就解決咗這個問題。我實測推薦嘅這款產品丙，佢最大嘅賣點係靈活性。佢容許你喺保單生效之後，譬如話第3年或者第5年開始，隨時轉換保單嘅貨幣。你可以將美金單轉做人民幣單，又或者轉做英鎊單、加幣單。試想象下，
你有個小朋友，現在讀緊小學，你買這份單嘅時候用美金供款，到佢18歲嗰年，佢話想去英國讀書，你需要英鎊，這時候你可以直接將保單嘅貨幣轉做英鎊，然後提取英鎊出嚟交學費，完全唔需要擔心匯率兌換嘅差價或者手續費。又或者到你退休嘅時候，你想返內地大灣區養老，你可以將保單轉做人民幣，每月攞人民幣做生活費。這種靈活性係傳統保單完全俾唔到你嘅。除咗貨幣轉換，這款產品並還有一個好強大嘅功能，叫做保單分拆。假設你生咗2個小朋友，但係你原本只係買咗一張大額嘅保單，透過保單分拆功能，你可以將這張單一分為2，變成2張獨立嘅保單，分別傳承俾大仔同細女，甚至可以轉讓保單持有人同受保人，做到富過3代嘅效果。我計算過這款產品並嘅回報，雖然佢未必係全市場最高，但係佢嘅長期回報都相當可觀，大約有5厘至6厘嘅水平，而且勝在功能夠多，進可攻退可守。如果你係為咗家庭傳承，或者未來有移民，送仔女出國讀書嘅打算，產品並絕對係你嘅首選。好啦，講完這3款產品，我想同大家做一個總結同埋俾啲實戰建議。好多人問我，既然這3款都好，咁我應該點揀？其實這無標準答案，全睇你嘅資金用途。如果你這筆錢係3-5年內要用嘅，例如結婚、買樓首期，千萬唔好買產品月同產品丙，你去買產品甲，或者乖乖地做定期存款，無謂冒風險。如果你這筆錢係10年、20年都唔會動用，純粹為咗退休或者抗通脹，咁產品月嘅高增長潛力就最適合你。如果你嘅家庭狀況比較複雜，有海外資產配置需求，或者想一張單傳幾代人，咁產品丙嘅多元貨幣同分拆功能就係冇得輸。除咗揀啱產品，我仲有幾個慳錢秘訣要醒俾大家。第一，千祈唔好因為人情而買單。我有個觀眾同我講，佢因為唔好意思拒絕個舊同學，買咗一份供款期長達25年嘅儲蓄保險，結果供咗3年就失業供唔起，最後斷供，本金無咗一大截。記住，保險係一份長達幾十年嘅合約，人情唔值咁多錢。第二，善用繳費折扣。好多保險公司喺你投保嘅時候，如果你選擇預繳保費，即係一次過俾晒幾年嘅錢，佢會俾一個幾可觀嘅利息折扣你，甚至有些優惠係首年保費回贈，變相令你嘅回報率提升。你可以問清楚經紀有冇這類優惠，少數怕長計，隨時慳返幾萬蚊。第三，亦係最重要嘅一點，一定要睇清楚冷靜期。香港買保險有21日冷靜期，即係話你簽咗名，俾咗錢，如果返去諗諗下覺得唔對路，或者睇完我這條片發現自己買錯嘢，你係可以喺21日之內取消張單，保險公司要原銀奉還俾你。千祈唔好覺得唔好意思，這係你嘅權利。最後，我想講多2句心底話，儲蓄保險本身無好壞之分，只有適唔適合。佢唔係用嚟幫你發達。如果你想一年賺幾10個百分比，你去炒股、炒幣可能仲快。儲蓄保險嘅作用係幫你喺充滿不確定性嘅人生入面建立一條確定嘅防線。佢係強迫儲蓄，係專款專用。當我知道20年後，無論世界點變，我戶口入面肯定有這筆錢可以俾我個仔讀書，這種安心感係其他高風險投資俾唔到嘅。希望今日這條片透過這3款產品嘅實測分析，可以幫大家釐清思路。記住，這條片提到嘅產品甲、乙、丙只係代號，市面上唔同公司都有類似結構嘅產品。大家去聽經紀講解嘅時候，記得攞返我剛才講嘅3個指標：回本期、保證額、分紅實現率，去逐一拷問佢。如果佢答唔出，或者支吾以對，咁你就知點做啦。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幫到你，或者令你少行咗冤枉路，
希望你可以幫手點個讚，訂閱我嘅頻道，同埋將這條片分享俾你身邊正打算買保險嘅朋友。你嘅一個分享可能幫佢慳返10幾萬。如果你對某款產品有疑問，或者想知道具體係邊間公司嘅產品比較好，歡迎喺下面留言區同我交流，或者睇下置頂留言。我哋下條片見，拜拜。